話說中美貿易戰呢台大戲其實已經打咗好幾年，而家2025年啦，仲係熱鬧到好似旺角夜市，嘈吵鬧鬧冇個停。川普二進宮，關稅大棒又拎起上嚟，中國嗰邊習大大揾錯釣魚台，補貼撒錢，內循環喊得震天響。咁捱埋就嚟吹吹水，傾下呢場貿易戰往邊度走？美國佬同中國佬到底邊個能夠笑到最後？定係話兩邊都得鼻青臉腫呢？第一回合，川普嘅關稅拳頭硬唔硬？川普呢回上台氣勢洶洶，話要俾製造業回流美國，半導體、手機、電動車統統要 Made in USA， 聽起上嚟好爽，對吧？美國工人有工開，藍領階層拍手叫好。不過呢，現實有啲似要豬飛天啦，難啊！點解供應鏈啲嘢呢？唔係話搬就搬。蘋果手機你睇，設計喺加州，晶片靠台積電，組裝喺鄭州富士康，螺絲釘、電池、鏡頭，全球幾百個供應商拼湊起嚟。美國要自己嚟，地貴人貴，物流更貴。富士康當年喺威斯康辛答應投100億建廠，結果呢，玻璃得從肯塔基運，成本高到天花板，計劃都縮水啦。川普嘅關稅拳頭確實能打痛中國出口商，好似25%嘅關稅一加，中國貨賣到美國就貴咗，消費者荷包得掏更多銀紙。但問題係呢拳頭亦都打喺自己人身上，美國老百姓買嘢貴咗，通脹一飆，聯儲局加息壓力更大，股市仲得抖三抖。企業呢，好似蘋果、特斯拉呢啲大佬，早就將供應鏈綁喺中國，短期內搬唔走，只能夠咬牙付關稅，或者轉嫁俾你我呢啲消費者。所以川普呢招短期睇係氣勢十足啦，長期嘛，搞唔好係傷敵1千自損800。第二回合，中國嘅太極功夫掂唔掂？再話中國呢邊唔好睇表面低調，內裏可以太極高手，借力打力，揾得一批。中國有乜底牌？首先勞動力都仲係平，雖然不如10年前咁誇張，但係富士康嗰種工廠，工人加班到凌晨，成本仲係比美國低一大截。第二，中國嘅產業集群唔係蓋嘅，深圳、鄭州、東莞，方圓幾公里啥都有，晶片、電路板、包裝盒，連工人食嘅嗰碗牛肉麵都現成。美國想複製門都冇，除非你將成個生態搬過去，但係邊個有呢本事？中國仲有個殺手鐧，補貼。川普你起廠係嗎？我呢邊俾國內企業撒錢，光伏、電池、電動車價格壓到你吐血，好似比亞迪而家全球賣車賣得飛起，美國車廠邊追得上？再加上內循環呢招，中國14億人自己買自己做嘅貨，出口少咗都能夠撐住。當然中國亦都有軟肋，房地產泡沫、地方債、人口老化呢啲麻煩唔細。要係美國真將高科技卡死，譬如芯片禁運再升級，中國嘅5G AI 產業得食啲苦頭。第三回合邊個會笑到最後？好啦，吹咗半日，到底邊個能贏？老實講，呢場貿易戰冇乜絕對贏家，頂多睇邊個傷得輕啲。美國有錢有科技高端產業定係老大，但問題係內部亂糟糟。民主黨同共和黨插架，華爾街只顧炒股，藍領工人又嫌工資低，唔肯乾血汗活。川普想搞大改革，志氣唔細，可惜時間唔夠。美國人嗰種懶散自由嘅文化，亦都幫唔到忙。要真將製造業搬返嚟，冇個10年8年，唔好諗成事。中國呢，底層韌性強，政府話一不二，動員力爆棚。但共產黨呢套血汗工廠 GA1 補貼嘅玩法，長期睇有啲飲鴆止渴，工人唔爽，跳樓嘅、罷工嘅，遲早出亂子。加上全球去風險化，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都喺度搶生意。中國嘅世界工廠招牌已經冇咁響啦。推水結論，貨希嚟嘅未來，要我估呢，呢個貿易戰最後80%係鬥而不破。美國繼續加關稅，中國繼續補貼還手，兩邊嘴上嗌得空，背地裏仲得做生意。為啥？全球化呢張網邊個都搣唔開，蘋果手機離唔開中國組裝，中國企業亦都需要美國嘅芯片同市場，真打到魚死網破。美國通脹爆棚，中國失業潮來襲，邊個都吃唔消。短期睇中國可能稍佔上風，因為供應鏈同埋成本優勢仲喺度，內循環亦都能頂一陣。長期嘛，美國嘅科技牌仲係硬 ，AI、量子計算、綠能呢啲領域中國追得吃力。但要講邊個贏，哈哈，定係嗰句老話，消費者輸最多。手機貴咗，物價漲咗，咁咱哋呢啲普通人仲唔係乖乖掏錢呢？
哎呀，傾到呢度，咖啡都飲完啦。中美呢場大戰講白咗就係兩隻大象打交，草地上面嘅螞蟻最慘。你覺得點樣？有咩高見？點過嚟繼續吹。